各位同修，各位同学，各位同修，昨天晚上我们睡得好吗？好，谢谢。今天早上我们吃饱了吗？吃饱了。6号的晚上啊，我们全体同学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一片又一片的晚安、晚上好。这是对周文王的那种尘封定型的这个孝道教育的很好的践行，所以我很受益。把大家教给我的这个方法，今天早上分享给大家。说到《孝经》的教学，刘院长把这个课题交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夙兴夜寐啊，生怕有辱我们的父母，生怕有辱我们的圣人。孝是一个非常深刻、一个非常博大的学问。这个学问不仅仅要求我们去书上去钻研，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学孝道的人去生活当中践行。所以尽管我夙兴夜寐，对于孝道的精髓我还理解不到1/1000。孝道的教学，我取了这个名，一篇一点点，一小点点，能够把这一点点分享给我们的每一个同学，我非常高兴。这里的教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我们学校里面的所谓老师教学生学，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校里面的师生之间互教互学，所谓教学相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圣人教我们怎么学。在这么一个话题下，所以我在这里通过对于《孝经》的一点点理解，得到一点点好处，得到一点点善知识的时候，我就很欢喜了，很高兴了。所以今天走上台来跟同学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心情现在一直还是很激动的。孔子也反反复复地表扬他那个很得意的弟子颜回，颜回得到一点善知识的时候是非常欢喜的啊，可以为得一善啊，是吧？全福音啊，福时之意，就是颜回这个同学啊，得到一点好，得到一些善知识，明白一个好道理啊，就紧紧地把它抱在这个怀里，生怕失去，生怕丢失它。有人说，中华文化就是孝道文化。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孝道确实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而成为重要的传统精神。孝道确实维系着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进而成为凝聚社会、稳定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精神财富。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孝道的分享，孝经学习的分享。孝字的本意是什么呢？我想谈这个字啊，首先从孝字的历史讲起。孝字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在这个商朝的时候出的那个甲骨文里面就有这个孝字了。然而把这个孝提升为孝道，这是后来慢慢的事情了。孝一旦有了人类，就有了孝。孝这种感情是随着人的本性而来的。人个个都有孝，这个孝与生俱来，人人都有，而且谢谢。我们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这个孝啊，古代人有，现代人也有这个孝。然后我们再来分享这个孝，这个篆文中的孝的含义。篆文中的孝上面是一个弯腰弓背、白发飘飘、手拄拐杖的老人，下面是一个小孩向上伸出双手托着老人。那么这个象形字的造字，我想至少有如下几个意义。它的本意是子女搀扶照顾老人，搀扶照顾老人，对老人一种心爱之情，有爱而照顾之，照顾而养之，养而敬之，这就是孝的含义。第二个含义，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子，老少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正因为这个分不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五伦道里面的父子关系，天道。父子关系是分不开的，不是人为的，这是道。正因为这样，父子之间的相互搀扶、相互照顾、互为一体，所以我们人类才得以代代相传。另外，从这个孝字的字形、象形字义里面，我们也看出了这个教育的一个东西一面，我们的教育的所谓惩戒性。孝这个字一出来，其实就是我们的古圣先贤在为我们做教育。那么这个教育需不需要有一点惩戒呢？我想我们每一个同修都有过这样的一些体会。在学校里面教孩子，
在家庭教孩子，孩子总有不听话的时候，总有不听话的时候。在不听话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当然教育他，说服他，说服他还不成呢，再说服他，一而再三说服他还不成呢，这样的孩子也有的。所以适当的惩戒是有必要的。这个孝子上面的那个拐杖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教育有个时候需要惩戒。我们老祖宗造这个字的时候有这个含义，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个传统教育也有这个做法。当然这个惩戒性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学校的老师，是吧？遇到这种情况，对于学习的惩戒注意几个问题，是吧？一要把好这个惩戒的这个面广度，所谓是吧？不是说随便就惩戒，随便哪一个人，随便哪一件事就惩戒，这个不好，是吧？再一个把握这个深度，是吧？就是说惩戒的时候，惩戒某一个人的时候拍拍他的屁股是吧？拍拍他的手心是吧？这个都是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剥夺他某一个方面的权利。这个权利呢，当然我们不讲这个平等不尊重人，是吧？就是说这个孩子最喜欢什么，我这个时候偏偏不给他这个东西，不给他最想得到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惩罚。惩戒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惩戒。其实不光指我们的老祖宗，也不光只是我们中国人，外国人的教育也搞惩戒我听去过新加坡的朋友回来讲新加坡的每一个教室后面都挂着一把剑尺，象征什么？你要听话，你要听教育，不听教育我是可以惩戒你的。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代教育当中提倡这个人人平等，师生关系平等，师生之间是朋友。其实这点我有一点心得，看各位同学各位老师是吧分享。其实有个时候师生的关系是不能平等的，我们刚进入学校的老师都有这样的体验，你跟孩子们一平等了，孩子往往爬到你背上来了，骑到你肩上来了，是吧？这样子你还怎样去施行这个教育呢？是吧？所以有个时候对这个平等的理解我还是这样讲，有时是不能够平等的，要保持这个老师的基本的严肃性，所谓威严施严，然后才能道尊，然后才能教出好孩子。这里我曾经去看过东山小学，东山小学是毛主席从韶山出来到湘阴去舅舅家里求学的第一所小学，东山小学。毛主席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年。那个小学的那个大礼堂里面有一副对联，就是这个施严而道尊，为公而忘私。施严而道尊，我想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宗旨一个教学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教出为公而忘私的人才。这幅对联对我很有启示。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这个《孝经》的作者。孝经的作者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说啊。西汉啊，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写了一部书叫《汉书》。这《汉书》从中国历史上的断代史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最棒的一部史书啊。他在这个《汉书》的艺文志篇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成孝道也。”就是说，这个《孝经》是孔子写的，是孔子写了这部书，为这个曾子在陈述这个孝道。我们呢，唐朝有一个唐玄宗皇帝，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啊，大陆的至少是大陆的都很了解，看我们的港澳同胞是吧？了不了解啊？是吧？我们唐朝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